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粮食。到耶稣这来的人，心灵的确袂夭糕；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焦。请收听活命的粮食。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活命粮食这个单元。今日呢，这个单元呢，要甲咱来谈论到当得福音的好处。最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问医生啊，你问讲，什么叫做福音呢？什么所在才有真正福音呢？阮又个免才会当得到这个福音啦。其实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所以咱也常常称这福音叫做佳音，或者是喜讯，就是讲通好互人欢喜的信息。世间上所讲福音呢，大概是指着讲买赎回啦，或者是介绍比较较好、较有效的这个药品啦。咱生理人定来称这叫做福音。但是这种福音对某一个人来讲，并不是福音，因为因并无需要讲这个赎回或者是药品。咱所讲这福音呢，不是这种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啦。什么是耶稣基督福音呢？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内面就记着讲神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意思来讲，神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安尼开始的。对这咱就知影，咱若要谈福音是主耶稣的福音，就是伊要传互咱的福音。假使若无主耶稣，咱就无这个福音啦。咱要得到这个福音呢？只要咱会当相信耶稣，接受伊的救恩，咱就可以得到这个福音啦。那得到这个福音呢，有真侪好处。换一句讲，信耶稣有真侪好处。信耶稣的好处呢，到底伫什么所在呢？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6章18节内面就记着讲啦，讲主耶稣启示伊的使徒保罗安尼讲我找你到因遐去，要互因的目睭会当直开，对黑暗中归向光明，对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神，又因着信我来得望着赦罪，甲一切正诚的人同得基业。现在呢，喜神搁再根据了这段圣经来甲咱大家做伙来谈论着信耶稣通好得到真侪宝贵的好处，这就是福音的好处啦。对这段经文内面，咱通知影讲，这个福音的好处呢，头一项就是目睭会当得开，第二项就是会当对黑暗中来归向光明，第三项是会当对撒旦的权下，就这个魔鬼的权下呢，来归向着真神。第四项是咱当因着相信主耶稣来得望着赦罪。第五项是将来呢会当得到天国的基业。对这段经文，咱就真清楚知影，这信耶稣有真侪好处。因安尼，彼是要借着这段圣经，搁再次来说明耶稣基督福音的好处。也希望咱听众朋友呢，有机会因着安尼来甲阮做伙来进耶稣教会，当得到福音的好处啦。第一项，信耶稣有啥好处呢？就是讲信耶稣目睭会当得到开，这就讲信耶稣会当互咱的目睭明亮啦。咱若是目睭无明亮呢，咱就会感觉讲真痛苦。咱若来信耶稣，互咱目睭就真正会当明亮呢。圣经内面也记得讲，青眉人来信耶稣，来得到医治，煞会当看到。伫真耶稣教会也有真侪青眉来信耶稣，煞得到医治的。若是论到遐个目睭有其他毛病人来信主，来得到主医治的人，就更较侪咯。像讲以前的老爸，就是因为患了真严重的痧裂，医生甲伊讲，你可能甲中老年的期间呢，你可能目睭就会滴出个失明。但是阮老爸信耶稣了后呢，伊会当讲是目睭拢好去啊，这痧裂拢无去啊。现在呢，伊也已经活到85岁，除了咱人老花目以外呢，伊的目睭还阁算作是明亮的啦。为什么呢？咱信耶稣了后，目睭会当得到开，目睭会更加明亮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咱的目睭虽然明亮，但是有一寡人的心眼呢，却是无够明，甚至呢，滴出甲青霉。这个使徒保罗呢，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30节咧讲啦，讲假使讲咱的福音被蒙蔽，就是蒙蔽伫未蒙人的这个身上。
第四则讲，这顶无三世的人呢，就是互世界的神拢青迷了心眼，无互基督荣耀福音来光照着因。基督呢，本是神的样式，这个世界的神呢，就是指着咱会受到魔鬼，伊实在是一直咧阻挡咱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因安有真侪人吼，这个心眼煞互伊拢青迷咯，因安呢看袂到信耶稣好处，甲这个福音的好处。咱这个教会定拢有兄弟姊妹分组出去分这个福音传单，当因回来了后，拢会安尼私下伫咧分享讲，当因摕到这个见证传单吼来分互别人的时阵，有一寡人拢真客气，甚至呢讲啊谢谢啊，就去接受。啊有一寡人呢，因接到这个传单了后，顶面拢无啥物表情。但是有一寡人摕到迄个传单，就看到耶稣吼，啊就甲伊这传单甲跳破，搁甲起起足足甲弹掉。为什么因无要耶稣呢？迄那讨厌耶稣呢？遐讨厌耶稣的人，往往是遐毋捌来甲教会听道理、听这个福音的人。因大部分呢是无看过圣经的，所以因就无爱耶稣，无爱这个福音，因为因的心眼无看出信耶稣好处，看袂出福音的好处啦。有一寡本会信徒因信耶稣了后，病得到医治，啊因的行为改变，但是因厝内面人也阁是袂通谅解，真无欢喜信耶稣，因为因的心眼看袂出信耶稣有啥物好处，所以无愿意进一步来认识耶稣。阮真耶稣教会也是共款，真耶稣教会呢也定定互人轻视啦，叫误会，了做讲本会是邪教，但是遐批评本会、误会本会人呢，往往呢是遐从来毋捌来过本会的，其实因的目睭是无看到，因嘛无到这个教会来看，就是讲来看呢，假使讲因的心眼袂当明亮，啊因嘛是袂当看出着讲主耶稣伫本会所行这个奇妙作为。但是本来反对耶稣的人，后来却来信了耶稣的人真济，这就是因为因的心眼，因为来到教会啊来听福音，心眼就开咯。这日本真耶稣教会有一位长老，伊叫做五十岚长老。这位五十岚长老呢，曾经捌带过咱台湾。伊从前不爱信耶稣，伊的长老娘先来信耶稣，但是伊嘛真反对。后来煞变成做只是无赞成，所以对长老娘讲啦，你毋免管我啦，我也袂干涉你的宗教信仰。可是呢，又一边却对长老娘安尼讲同款是要信耶稣，你为啥无选一个比较较大间的教会，啊基督模式呢？比较较好看这个教会去信耶稣呢？这是因为伊无认捌耶稣，无明白本会道理。一直到有一天，伊的囡仔破病咯，啊伊的太太为了这个囡仔伫迫切祈祷，啊祈祷真辛困迫切。这位长老看到，讲起来实在是不忍心啦，因为伊咧想讲，啊这个囡仔是阮翁某强有的呢。啊，这太太安尼迫切伫咧祈祷，我却伫这个面床顶伫咧困。伊感觉讲啊，安尼实在是无好，所以伊就起来甲长老娘做伙为着这个囡仔祈祷。当伊咧祈祷的时候，却得到圣灵呢。伊因为得到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主要所有灵神的灵伫伊身上，有这种属灵的体验，伊就来信耶稣。伊讲我以前无入捌耶稣，我就认信耶稣无啥物好处，因为我无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我现在已经拢明白了。信耶稣有一个好处，就是心眼得开，互咱会当真真正正入捌耶稣基督，互咱真正来体验信耶稣的好处啦。第一项就是信耶稣会当对暗中规方光明。使徒保罗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咧讲恁死伫过犯罪恶当中，伊互恁活过来。迄时阵，恁伫当中行事做人，须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主心中运行的邪灵。第3节佫讲，咱从前也拢伫因中间放纵肉体情欲，随从着肉体甲心中所欢喜的去做，本是可怒之主，甲别人同款。这伫咧讲啦，讲咱还阁无信主以前呢，咱拢伫罪恶中间伫咧生活。
咱处事做人呢，拢随从着世界风俗，咱伫迄当中伫咧放纵情欲，是可怒之主。但是信耶稣好处呢，就是会当互咱离开黑暗的生活。黑暗的生活简单讲起来就讲罪恶的生活啦。咱信耶稣人，因为有耶稣通去帮助，会当来脱离这个罪恶，来离开罪恶的生活。而且这个罪恶可分做真济，咱平常时容易犯的这个嫖赌饮啦，这对咱一般人来讲这是世俗的代志。伫这个真耶稣教会内面有真济人，较早还未信主以前拢真介意跋筊，但是信主了后，望主讨帮，伊就有能力无再去跋筊。这是因为信耶稣了后，会当对黑暗中来归向光明，这就是福音的好处。咱确实毋是主耶稣来帮助咱来讨帮咱，若是讲要改教是足困难的啦，是无可能的代志。尤其以前大家乐伫咧风行的时阵，真紧呢也害死真济人，互真济人家破人亡。这个大记录当这时原来是台中中部开始。这中部呢，当这时会当是足风光的，风光到淹到北部去。当这时北部的大记录会当讲是跋甲足厉害，伫中部大记录伫咧开奖迄一天呢，咱中部电话定定卡袂通，做生意人将这店门就甲关起来，暂时无要做生意。家庭主妇呢也为着安尼无煮饭，甲工课客伫边开客停车的人将这个车停伫边大家拢先来对讲对看卖，才过来讲啦。当时是大记录害死真济人，有一寡人因为跋这个大记录呢，煞灭了后生查某囝呢去做娼妓，或者呢太太呢做互别人，因为贪心害死真济人。有真济人呢煞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后来呢又有这个六合彩，现在又有这个公益彩券。其实中间看这个名看起来敢就公益真好名，公益彩券。但是伊来头实在是跋筊的行为啦，这就是伫黑暗中的生活。咱毋通掠做讲跋筊真容易改呢，假使若毋是主耶稣来讨帮咱，会当讲是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人是袂当控制着家己，袂当来改掉这个筊啦。因为人伫罪恶中无法度来改掉这种歹习惯。咱信耶稣就是要帮助咱脱离罪恶，互咱会当对黑暗中来归向光明。这个人真耶稣教会有一位姓平的信者，伊是大陆江西省的人。这位平兄弟呢，伊还未信主以前呢，也是伫跋筊当中伫咧生活。跋到伊的太太实在是忍无可忍啦，走到这个地方法院去按铃申告，要求这个法官呢为因来办理离婚。这个法官伫法庭顶面就问伊讲，到底是为了啥物要离婚啦？这个平太太伊就回答讲，阮头家爱拍麻将啦。法官伊就感觉真趣味，就对伊讲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这麻将是咱的国粹，你就当做讲你的先生伫咧发扬国粹，安就好啊嘛。为什么要离婚呢？这平太太讲，我先生跋筊跋甲倾家荡产啊，你还佫讲这是国粹？这法官也是安尼讲，这是国粹啦，无要紧啦，等啦，这小事。或者这个法官大概是息事宁人，无希望讲因来离婚，人讲劝和无劝离啦。但这平太太虽然是安尼去到法院申告3遍，但是呢，佫袂当来解决这个问题。伊头家永远无办法来解决啦。后来这个平先生因为来听福音，来相信耶稣，主耶稣来帮助伊的将这个筊甲改掉。伊因着信耶稣，而且会当对黑暗中来归向着光明啦。伫咱中部也有一位姓李的兄弟。伊信主以前也足介意跋筊诶，伊定将这个每个月领的这个薪水呢，摕去跋筊，见跋见输啦。伊的头家是咱教会信者，伫咧发薪水的时，伊的头家就甲伊讲啦，讲你摕到这个薪水袋直接转到恁兜，一直行毋通弯若听别人话，直接转到厝内面。你已经40外岁啊呢，你应该会晓想。结果伊回答讲，会啦。我已经40外岁啊，我当然会晓想。结果伊要转厝，行到半路，伊才是挖一个挖，就到挖去迄个筊场去啊。而且输了就个倒转去。等到因兜伊太太问讲，你今日敢是领薪水？伊讲今日是领薪水无毋对，但是我只不过是暂时甲寄伫银行内面伊太太讲，拜托咱兜都拢无半仙啊你还佫将这钱摕去银行，敢真正摕去银行？
伊讲啊，无要紧啦，这几工吼，我做来去领出来就好啊。其实已经将这个领出来的钱吼，已经甲输了了啊。伊去跋筊这轎场，伫迄个楼顶哦，啊，这热天气安尼足热，啊，伊定定会伫遐跋筊，跋到安尼不但是破病，啊，伊目睭吼也已经跋到拢要青眉啊。有一遍呢，伊要走的时阵落楼梯，看袂到这个门，啊，要出去总是找袂到门。掠做讲这个楼梯喙啊是门，啊，但是未当出去。伊就骂迄个轎场的头家讲：头家啊，哇，你要做东轎吼，啊，这门吼这哪细，啊，警察若来了，阮是要哪逃亡呢？这头家就讲：门伫你后壁啦，是3尺6尺的大门啦，你行的毋是门啦，是楼梯喙啊。迄时阵哦，你兄弟实是足可怜的，跋到身体有病，目睭也亮亮要按青眉，家庭的生活佫真困难，但是无人会通来救伊呢。后来伊头家就咱本会信者呢，就带伊来信耶稣，伊才解除跋筊的歹习惯，伊的生活才得到改善，啊，身体也健康起来。对了，咱就知讲，伊也因为信耶稣，才通对黑暗中来归向光明。咱假使无信耶稣，一寡人伫罪恶当中伫咧生活，有一寡歹习惯呢，想要改，却是改袂掉。有一寡人吼，就爱啉酒的，啊，啉酒是啉甲呢醉天天，想要改呢，总是改袂掉。咱真耶稣教会这个英国教会也有一位老兄弟，以后咱会邀请伊来咱这活动来做见。伊还未信主以前，伊啉酒呢是啉甲安尼酒精中毒呢。伊曾经亲自做见证咧讲，伊捌有一年呢，会当讲是规年冬天拢无食饭，规年拢伫咧啉酒。啉秘鲁上悬的记录是一工啉50罐，因为伊啉酒啉足济，所以这胃壁呢煞变甲真薄，啊薄甲袂通食饭呢。伊啉真济酒，伊安尼伊的全身躯拢是酒味，啊伊血管内面所流的血呢，酒精的含量呢较悬的啦。因为安尼这个帮假使若顶着伊都够衰啊，因为伊的血内面酒精分真济，煞醉酒倒落去就飞落落去安尼这老兄弟呢，就是因为安尼伫黑暗中伫咧生活，但是感谢主，伊因着信耶稣了后，伊就解救了。现在伊身体也真健康，因为主耶稣救伊脱离迄个黑暗的生活。这就是福音第二个好处，就是对黑暗中归向光明。过去咱也真侪人亲像安尼来过这种黑暗的生活，但是主耶稣救咱，互咱会当脱离这个罪恶的生活，互咱会当真正离开黑暗，生活伫光明的当中啦。因为安尼，咱先来听这video。以前伫遮根据着圣经来讲解来说明信福音的好处，希望咱大家帮同甲阮做来同得着福音的好处。这个福音的好处呢，就是因为相信耶稣来得到主耶稣恩典，互咱的心灵的目睭会当得开，互咱会当对黑暗中来归向光明。因为主耶稣伊真正是造物主，是天顶的真神，也是咱人类救主。咱当来求伊帮助咱，来祝福咱，来甲阮呢做来享受呢福音的好处。以前呢，今日伫活命牛世界单元呢，先甲咱谈到这。你若是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你的神、你的主，只要带着一个诚恳谦卑的心，去到各所在真耶稣教会，你甲入去甲查去去认捌，去祈祷，去祈求，去体验，互主耶稣成做你活命中的救主。这通讲是咱人生当中上大福气甲益处呢。你若是有真正认捌这个福音，来抵向这个福音，你的心灵就永远袂夭折，也永远袂吹大。感谢你的收听。